继续来看成品册店到日本来拍天下，地点选伫日本桥的三井塔大楼，顶个月27号正式来开幕。这是成品第一届行出着华人的世界，包括这个选册，也佮有册柜的摆设，拢为台湾派人去日本支援。即卖1个月过去了，而日本的台湾主管接受到华视新闻的专访，咱来看成品伫日本的经营之道。 册店内面空间非常宽，毛挂着汉字的吊灯，也佮有青蓝色的玻璃啊，有日本式的风味。遥遥一看，就是成品书店的摆设，不过也是无啥共。这走道顶面拢是台湾味的商品。原来是成品头一次进军到日本东京，9月27正式开幕，在当地嘛闹热滚滚。即摆已经过1个月啊，日本人的反应如何？ 比我们的预期再好一些。我们给他们是不同的那种对书店的一个体验跟印象。伫台湾选册排列按照领域分类，无像日本是按照出版社，也有特别设立中翻日的翻译区。推广阅读这件事情是比书的买卖可能是在更重要的，所以我们设置了很多的坐席区。那刚开始的时候，日本的读者他们其实可能不太习惯。过这3个礼拜，发现我们的坐席区，就日本的读者也很能够很轻松的在这里，就是拿一本书，然后享受阅读。 台湾商品进驻日本桥都市，那想要长期经营，就要伫这100年老店内面有创新。你只要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特色，那我们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日文化交流。因为当然台湾热是一件事情，可是我们不觉得说我们只是依靠在热度这件事，因为台湾的一些好的东西，我们的创作力其实它是可持续、可长久的被 表现出来。台湾团队理想培展到日本，用创意结合日本人严格谨慎的执行力，嘛，互台日文创产业持续交流。